台湾对2013年了后呢，拢无院啊去挖到这退伍军人病。不过疾管署今仔临时召开记者会，讲今年到单呢有通报4例院啊去挖到这退伍军人病个案，怀疑是甲水有牵连。疾管署也要提醒民众，泡牛奶的水一定爱滚过，而且爱定期清水塔、线路、饮水机这寡设施。 泡牛奶互红婴仔啉，加冷水降温，这个动作要注意。疾管署2时临时召开记者会，说明今年到单新增加4例红婴仔挖到退伍军人病个案，拢伫出事了后的10天以内出现发烧、气炎这寡症头。因为伫这4个红婴仔分别大的医疗院所的水道头、水塔、饮水机有验出同源的病毒，怀疑可能甲用水有关系。机构呢务必要定期的来清消相关的用水设施哈，还有管路，来减少跟预防退伍军人菌的残留。配方奶的调配的时候呢，必须要使用70度以上的热水哈，最好是能够煮沸过，请不要在用了热水之后呢，再加入冷水或温水来冲泡哈，以免说冷水或温水当中带有病菌。 台湾自2013年了后，就拢无红婴仔去挖到退伍军人病，一直到今年才阁发现4例。疾管署表示，退伍军人病袂人传予人，退伍军人菌存在伫一般的用水当中，免疫力较低的族群，互这款水砸到，也是病菌伫水雾内底互人输着，病菌走入去肺部才会着病。专家讲，这款病目前无疫苗，定期清用水的设施是真重要。水塔到水的管路，一直到饮水机。 这整个一长串都要做好应该做的清洁。饮水机的话，不管是你用滤网也好，逆渗透各式各样的方式，定期应该换的就要换。记者龚庭水台北报道。